各位星又見面啦，歡迎收睇中澳 TV。今次阿肥咧就係攬馬就出擊嘅。咁喺講馬之前嘅，今日係初五接財神啊。咁喺度，阿肥同各位星講聲咧，就係八方來財，身體健康，財運亨通啊！咁今次啦，話明係攬馬就出啦。今次咧，阿肥咧就係專挑兩場嘅杯賽啊，8週年紀念杯同埋咧就係 G1 嘅1000米賽事啊。咁亦都係兩隻應該咁講啦，係3隻馬匹嘅。咁今次咧就以一個刀仔鋸大樹嘅形式，直接以最少嘅投注啦，獲最大利嘅位置攬馬啦。咁今次如果慶幸可以過關成功，最好兩關中晒添啦，或者係可以用最少嘅錢博最大彩池啦。贏到馬仔嘅，記得唔好吝嗇你嘅小手發財手指啊！咁撳個訂閱，開埋個小鈴鐺，亦都係點讚一下中澳 TV。咁咧有啲咩新片，即時推介俾各位新師兄嘅。好啦，事不宜遲，今次攬馬就出，即時講馬仔啦。咁呢一場啦，阿肥啦，唯獨一隻特別係心頭好嘅馬匹啦，就得隻11號嘅豐功偉績啦。咁蔡約翰今次咧就轉咗啦，揾咗係艾少禮策騎嘅。咁呢隻馬仔直接啦，嗰個桶嘅資料啦，都係末段，記住係22秒72，呢個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參照嘅因素啊。因為跑佢今次咧短途1200啦，爆放後邊呢隻馬仔今次攞埋個3檔更加好檔位啦，磅數亦都好輕磅嘅。所以佢個 win pay 咧亦都係加分啦，就係4分嘅 win 4分 pay 噶啦。另外啦，最佳檔位咧，呢個咧就係田草嘅1002米賽事啦。所有嘅數據資料證實咧，呢個3檔啦係有27%咧係可以入批成功多少少噶啦。嗱，講到咁好，直接入嚟望望啊！咁之前嘅咧有你有我啊，王者有利啊，醒目高球啊，同埋咧創寶區呢啲咧都係1分08.97同1分09.0，呢個就係大約時間啦。但係啦，真係今次咧，全部馬冇完成冇呢個係咁好嘅成績㗎。咁咪獨隻11號嘅就係豐功偉績啦。大家入嚟望望啊！其實咧，佢過往咧呢隻馬仔講翻以前，唔好講而家先啊。講翻以前呢隻馬仔其實咧造就嗰次贏馬嗰下咧就係13倍開飛㗎。由頭放到尾，2檔好檔位嗰下，最後係雖然力散翻嗰個唔少腳程啦，最後衝刺凌厲，但係當日咧係23秒04完成咗嘅，總時間係1分09.61。佢距離今次嘅1分08點幾嗰啲咧成績咧係雖然冇嘅，但係今日咧相對性咧其他都係弱組嘅馬仔嚟嘅。咁之後咧1分09點幾咧亦都冇邊隻馬仔係㗎。咁所以咧隻11號嘅豐功偉績咧去翻上一個賽日咧贏咗馬之後咧，今個賽季啦其實多次咧孭住個重磅，過往咧係112磅輕磅兼係好檔位，咁慳翻腳程先至咁好成績嘅啫。去到今季啦，其實咧已經係限制賽事嘅直接啦，去翻咧就係重磅134磅啊。咁揾到亞道拿咧，連續策騎咗接近咗3次㗎，成績都係強差人意嘅。但咧完時間咧係比佢過往咧係好少少，係啦。但去到200零米啦，其實咧就即時咧就轉弱咗㗎，比之前咧23秒04咧更加慢咗少少，係23秒5㗎啦。咁之後咧完全啦，已經咧就係可以跌到去成48倍11檔外檔14外檔啦，已經足以證明馬仔係完全嗰段時間咧完全係大回落狀態，非常之咧就係奶計㗎啦，搞唔掂㗎啦。咁點解隻馬仔講到咁差啦？今次阿肥都係中意佢，覺得係隻攬馬之選呢。嗱，最主要啦，佢係喺2026年1月1號之後咧最真情過係跑到前咗千世啊！跑到9檔咧，隻馬仔完全咧同之前嘅全部嘅策騎之士係一個完全係唔同嘅狀態。嗱，真情啦，已經係好勉強。之前咧完全係大輸幾個馬位嘅，佢居然沿用嘅方法咧係一個係領放啊，所以最後咧就大輸咗成4個幾馬位。當日啦，直接啦開飛都開咗成49倍㗎啦。咁好明顯咧係蔡約翰咧係急於啦，由於啦你知㗎啦，加分係加得多，但減分嘅減得好慢㗎嘛。呢個係馬會嘅一個咧就係個制度嗰個係評分嚟㗎啦。好明顯，蔡約翰咧係想刻意咧，就想盡量去減分減多，越輕越好多少少啦。所以你見到佢去到2月8號嗰次咧，即時咧去翻同樣啦。由於當日咧你又轉弱，但係磅數㗎，跑住嗰個4班1002米賽事咧，係去翻佢個耍家好少少嘅路程，填咗1000。但當日一個街勢之下，雖然咧都係輸，由於跑住佢係11檔外檔，佢同樣真係好勉強佢㗎啦。但個完成時間咧係比佢過往咧，雖然都係微調咗係落嘅，係差嘅，1分09.84、1分09.47、1分09.6呢啲時間係差嘅。但大家唔好唔留意，佢之前2檔係贏咗，5檔重磅係1分09.47，係比佢之前好少少重磅啊！記住啦，呢條輕磅嘅。咁今次11檔外檔，兼係同樣磅數都叫佢重磅啦，119磅都叫重磅噶啦。對於隻馬仔之前過磅嘅112磅左右，但係啦。嗰個總完成時間雖然輸，但係末段時間咧係以22秒82係完成咗㗎，係打破咗佢
之前贏馬嗰次23.04秒，同埋咧上次做在更加時間嘅1分09.47嘅係23.5秒。隻馬仔嗰個末段爆放咧係實屬咧係越嚟越好噶啦。咁今次咧去翻嗰個係更加好嗰個係檔位啦，同埋啦磅數係減咗係成6磅嘅，用一個咧非常之相對性咧就係比較輕鬆多少少，係123磅，比之前贏馬嗰次咧係112磅咧微升咧係加咗1磅咁大把嘅啫。嗱3檔好檔位，過往好證實隻馬仔咧，其實咧一個內檔啦，慳翻腳程啦，拋短途之下咧，其實足以證明啦。11檔外檔兼重磅都可以咧嗰個保持佳勢，雖然輸61倍，但大家睇翻嘅全部攆埋前邊嗰4名嘅，全部相對性啦，都以一個叮當馬頭姿態嘅。後邊啦6至到9名啦，都係爭一個馬位之差嘅啫。咁所以今次咧去翻嗰個好檔位啦，因為過往睇翻完全都係相對性啦，係內檔係更加有利多少少嘅填土嘅1000米賽事啊。所以今次啦呢個杯賽，與其去拆解邊隻馬仔係特別係可以贏馬姿態啦，寧願咧就冷敲一下呢隻咧11號嘅豐功偉績啊。蔡約翰啦，對於大杯賽呢啲新年嘅賽事啦，呢啲咁著名嘅場合啦，咁好明顯係省靚招牌嘅，加上啦已經係馬季嘅就係中下段時間啦，咁係時候發力嘅。杯賽睇大馬房係實力多少少噶啦，所以咧呢一場嘅第5場嘅4班1000米賽事，嗰隻冷馬推薦俾大家嘅係11號嘅豐功偉績啊！希望直接呢個係6.1，最後唔好去到太熱啦，4點幾已經係實屬比較好少少嘅賠率啦，3倍都照殺啊！11號豐功偉績係阿肥第一關啊，第5場嘅4班1000米賽事嘅呢隻咧11號豐功偉績，由於啦搏啊搏大佢啦，嗰幾蚊雞贏3、4倍都冇乜意思噶啦。直接啦，下射今次一個戲肉啊，由第8場嘅 G1 1400米賽事啊，女王銀禧紀念杯啊，嗱1號仔嘅嘉應高升，希望佢繼續連勝啊18冠呢，呢個咧就係完全係有機會咧就係指日可待噶啦，聽日就會知噶啦。但係1.0冇乜意思嘅，全世界知道佢去敲準咗佢啦。咁今次好在一次啦，就係1400米賽事啦，係10隻馬仔嘅，我當最後啊一隻馬仔啊係完全係唔騎啊。咁亦都係有9隻啦，喺嗰個3隻馬仔嘅位置咧，亦都係唔係搏2隻，係搏3隻嘅。咁啊，另外嗰2隻咧，可以有機會入3甲嘅馬仔啊。咁啊，直接啦，唔使咁頭痕，話邊隻馬仔咧係直接1.0嗰啲唔需要睇噶啦，呢個係觀賞性嘅啫。但係最緊要係敲準咗咧，係邊一隻咧係冷馬可以咧入第2名或者第3名嘅。咁今次阿肥直接咧就係鎖定咗啦，要咗嘅就係呂健威馬房嘅2隻馬仔。咁隻7號仔嘅一合夥奔馳咧就暫時勝，我就唔多點揀佢啦，因為啦攞住隻嘉應高升咧1分20呢個時間做一個標準啦。咁唯獨咧係跑過超過佢呢啲嘅時間嘅係嗰隻10號仔嘅包裝天象。但今次升班上嚟跑賠率係接近100倍嘅，一陣間去分析一下隻馬仔嗰個直播與唔直播啊。咁直接啦，今次係推薦俾大家嘅2隻都係升班上嚟跑，係呂健威馬房嘅2隻冷馬，9.9倍嘅10號仔包裝天象，同埋8.4倍嘅8號仔手機標霸，2隻馬仔其實有跡可尋噶啦。咁同樣啦，8號仔嘅手機標霸啦係6個冠軍、3個亞軍、2個季軍。咁啊，驚啲成績啲顏色啊，區分一下先。係直接啦，另外完成時間1分21秒3。對比嗰隻嘉應高升1分21秒咧，1分20秒咧，其實係強差人意嘅。所以你見到隔離咧，另外隻包裝天象咧係以一個1分10.92咧，10之前咧做咗一個最好嘅創造，更加好嘅成績啊。另外啦，3個冠軍、1個亞軍、1個季軍噶啦。咁啊，另外啦，有隻馬仔係3號仔嘅，就係隻驕陽明區啊。直接啦，之前呢隻手機標霸啦係好地避開咗係部門七騎，跟住轉咗過去就係幫咗咧就係賽油馬房啊，就係驕陽明區啊。咁唯獨咧其實紀仁安咧七騎隻8號仔嘅手機標霸啦，我都覺得係可以提高一線多丁咁多嘅。所以第一隻啦要品評嘅，我覺得可以入3甲，特別大多少少嘅係8號仔嘅手機標霸先啊，始終都係一隻贏過，仲要係贏得嚟行嚟啦，嗰個戰績可尋啊，6個冠軍啊，3個亞軍啊呢啲啊，加上啦28%咧係可以入批成功多少少嘅馬匹啦。咁今次升班上嚟跑，過往隻馬仔係過往都係俾開係報文噶啦。咁今次升班上去揾得紀仁安咧，直接啦，由於平磅啊，全部都126磅嘅咋，係好非常之係公平嘅，唯獨係個檔位嘅啫。咁檔位呢度咧亦都係數據咧證明咗啦，係28% 咧可以係成功上位多少少㗎。咁所以就8號仔嘅手嘅標靶啦，直接啦。近呢幾仗
首檔外檔嗰下重磅嘅布文衝刺強勁，22秒88，總時間1分20秒69啊！第3名啊，嗱對手實屬非常之強勁嘅一啲係武林密碼呢啲咁嘅勁抽馬匹㗎啦。跑完咗一次咁好成績，再追多次啊！同樣135磅重磅兼2檔啊，隻馬仔咧1.8倍開飛咧，咁啊飛到馬道啦，直接係贏咗嘅。但係咧同樣啦，你見到啦，其實佢完成時間咧係比11檔外檔嗰次咧係少少咧係回落咗㗎啦。每段時間咧亦都係相對性好少少，由於咧慳翻腳程嘅係2檔好檔位啊，重磅今次直接減翻9磅啊，好誇張㗎啦！去翻雖然咧係夾死馬檔位啦，但係呢隻馬仔睇翻過往嗰個係沿用嘅七期指示啦，都係儲翻係中段爆放或者係直接留翻少少氣力後邊爆放㗎。最主要第二樣嘢啦，因為咧大家可以留多少少嘅係22秒88、22秒76咧，點解咁強調個末段嗰下爆放啦？因為兩次都係孭重咗磅嘅就係布文，但睇翻佢之前嗰個上個賽季。點解佢個成績可以咁悅目呢？因為當時啦食正咗個內檔兼係輕磅啦，所以係多次上名成功嘅。咁之前啦特別輕磅田泰安嗰時贏馬嗰時咧，末段時間係22秒91㗎。記住115磅22秒91，當時咧係 G3賽事嚟嘅，但今次咧係重磅之後咧係22秒76㗎，即係直接係加磅咗成16磅有多。佢嗰個每段時間係比佢之前比之前嘅贏馬嗰次田泰安策騎嗰次咧係更加好嘅爆放時間完成咗嘅，即係等於係孭住咗兩個圓石啦喺隻腳嗰度啦，成日去跑步啊！突然間今次啦去翻126磅，雖然轉咗係幾人安啫，但係啦隻馬係孭磅數咧係孭輕磅咗好多㗎。所以今次咧直接咧，我覺得咧直播多少少，兼且馬仔係過往咧係足以證明多次嘅道理咪，全部都相對性咧係好好嘅一個就係內檔兼係輕磅啦，係有嚟上名㗎。隻馬仔唔係流嘅，過往全部都要一個咧非常之咧係熱門之選嘅馬匹啦。所以今次啦，雖然轉咗係揾咗係幾人安，但呢個輕磅得嚟兼係末段上次連續2次重磅都可以做到咁好成績咧，隻馬仔唔係流嘅。騎師雖然係轉手咗俾幾人安。但係啦，亦都大家唔好忽視呢隻係8號仔嘅手機標霸，所以呢個8.5位置直播率非常超高，所以呢一場嘅第一隻推薦俾大家嘅藍馬就係8號仔嘅手機標霸，今晚上跑呢個係 G1 前10米女王銀禧紀念杯啊！第二隻藍馬啦，要點評嘅就係10號仔嘅包裝天象啊，升翻上嚟跑啊！咁呢個路程啦，田土嘅1000米賽事啦，即係1號仔嘅嘉應高升咧，其實完成時間咧係1分20秒33嘅，咁唯獨破咗1分20秒大關嘅1分19.92嗰隻咧，就10號仔嘅包裝天象啊，唔係流㗎。咁入嚟望望先嘅，咁最新嗰仗啦，雖然咧佢係冇成績，但係咧由於咧佢喺400厘米啦係立避咗其他馬仔之間咧係難以係再去拆騎嘅，所以咧隻馬仔嗰個完成時間咧係比較差少少啦。但當日孭飛孭到4.1係全世界係有非支持睇好咗隻馬仔㗎。咁最主要咧佢過往咧全部嘅完成時間咧都 keep 住係1分21秒頭段㗎。咁所以啦今次啦相信比其他馬嚟講咧佢係弱雞少少嘅。但點解今次阿費都係揀佢咧？因為過往啦呢個路程啦，雖然係冇完成到1分20秒大關啊，但係啦佢過往全部一個135磅、128磅，全部都係一個強勢輕鬆姿態咧，都係可以直接喺翻個2班咧就可以直接啦係橫行示弱嘅。但今次新增情況係跑到個G1 賽事啦，弱組之下咧。咁啊，過往啊喺翻自己嘅一個係舒適圈啦，就係2班兼 G3啦，就係可以咧就係橫行一下啦，就可以攞翻個上名特別大啊！但今次啦，直接挑機嘅係G1 喺 G3 直接升翻去 G1 咧，嗰個賠率9.8，我覺得可以搏一搏啊！搏一搏嘅原因咧就係最主要啦，佢過往係1分11秒幾啫，但係最新嗰次勒避咗兼之下嘅都可以係純粹係慢咗係0.002秒啊，29秒啦。仲要佢當日咧跑住咗個咧，雖然大家睇翻啦，係400厘米嗰下咧係難以望空嘅啫，喺翻兩隻馬仔之中咧係包抄夾擊㗎，所以咧直接咧呢度咧嗰個收慢咗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可以未去到咁差㗎啦。但當日都去到4.1，好明顯全世界睇好隻馬仔啊，唔好睇小佢啦。咁最主要啦，呢樣嘢咧係有2個嚟睇嘅試集啦，都揾咗幾人安㗎。咁首先啦，11月14號嗰次啦，就揾咗係潘頓大師級過嚟去試一試馬仔。完全200厘米一放咧，就係話過就過啊，直接第一名嘅。咁直接啦，幾人安嚟地嗰下咧，亦都係完全由頭放到尾。最後啦，大勝2個幾馬位，都係輕輕一放嘅話咧，即時咧就去馬噶啦。咁跟住啦，亦都幾人安
2025年嘅11月19號，當日轉彎嗰下力推七即時奪冠咗嘅。咁唯獨一次咧，上次咧係個際遇啦，直接G3嗰次咧降班佢跑，所以當日咧其實全世界睇好咗嗰個試閘非常之靚啊！各位睇翻啦，全部嘅比賽試閘今個賽季全部嘅泥地試閘都係有唔錯佳績㗎，完全都係一個爆放姿態嘅。咁今次磅數同樣磅數126磅係好公平㗎啦。咁拍檔隻馬仔都以一個咧完全係快放領放㗎。上次係因為中段咧搶口兼埋識立幣咧，隻馬仔個節奏係打亂咗，加上氣管有血啦，後邊嗰下咧亦都係個困境啦，就係俾兩隻馬仔包抄咗，所以咧就係收慢咗嘅。咁呢度咧唔作準，今次啦。喺住隻嘉應高升直接登城過去跑住個田土1000米賽事，呢隻始終過往係可以做就1分19.892嘅馬匹，係做過，係試過，加上馬仔冇乜特別大傷患嘅，過往啦都可以頻繁田土千世咧係可以咧入3甲，見到啦，全部第一名、第二名，好少攞第3名添啊！咁呢隻咧直博嘅9.3倍嘅就係旅檢馬房嘅10號仔幫天將，我覺得可以再直播多少少啊！由於兩次都係幾人安試完隻馬仔唔錯，加上泥地1200米賽事1月19號再轉咗其他騎師係希威森，直接隻馬仔都係叫做係200厘米鬆啦，就係輸上第2位啊！唔錯㗎。咁今次雖然穩咗咧，就係大家都未必睇好嘅就係班德里啊，但係過往啦，無論任何騎師、任何側騎或者就算亞杜拿啦，都可以嗰個係試閘。足以證明我唔求個騎師點勁，我求隻馬咧係自己，希望咧就可以喺翻嗰個係直接後上爆放啊，揾翻個3位啦。係只要唔係特別係有乜特別大賭失嘅話咧，隻10號即係包天將嗰個直播率係高過其他馬匹㗎。所以咧呢一場咧，我寧願咧就係冷敲一下第二隻咧就係直播多少少嗰個分頭㗎，全部嗰啲啦，你見到啦44倍嘅2號仔金鑽貴人咁傷患啦，1.7倍。咁你寧願咧就揀翻隻咧就大勇馬，呢隻咧完全係冇傷患㗎啦。講真嗰句，全部冇傷患嘅，氣管有血多少少嘅啫。咁你預期揀隻咧就係隻呢隻咧老馬多少少咧係有少少弱組馬匹咧，咁呢隻馬都去到1.7嘅。與其搏呢啲馬位，另外啦，隻3號仔嘅驕陽明區都係啦，過往跑住個田土1000嘅賽事啦，都係第2名、第3名嘅。咁你唯獨咧冇乜強勁之下，純粹係轉咗過去報文多次策騎咧，咁呢隻馬仔3.9。我覺得真情過包住田土1000嘅賽事，隻馬仔都以一個係後上姿態，唔算話開頭嘅爆放。就算爆放啦，之前田土1000嗰次咧，都係輸成個幾馬位，同隻嘉應高升爭成個幾馬位嘅。咁今次真情過去跑分鐘啦，都係捱到最黑嗰下咧，5檔咧呢隻馬仔，我唔算話好特別睇好隻3號仔驕陽明區嘅啫。與其咧搏啲1.7倍、3.9倍咧，我話略寧願嗰個分頭非常之和美嘅兩隻馬仔。咁呢度啦，直接啦，第二隻冷馬嘅，同樣都係檢分馬房嘅。就10號仔嘅包裝天將啊，所以咧2場杯賽啦，阿肥都係冷口一下啊。咁重複一下啦，第5場嘅8週年紀念杯嗰隻6.0位置嘅11號豐功偉績，下射落嚟戲肉之戰嘅就呢一場2隻特別冷嘅女檢分馬房馬匹，8號仔嘅手嘅標靶同埋10號仔嘅包裝天將，直接2穿1，希望今次幫到各位星可以贏馬成功。好啦，馬匹講完咗啦，初5接財神，希望多謝各位星嘅收睇啊，亦都好慶幸啦，好希望啦，你哋會睇到中老 TV 阿肥呢一條影片嘅。聽日如果真係可以贏馬成功、過關成功嘅，記得翻嚟，記得支持一下中 TV， 支持阿肥講馬仔啦。祝各位星聽日馬運亨通，百方來財，贏大馬，拜拜。中老 TV 收費會員計劃，新一季波馬全天候，助你以小博大，新馬季開鑼。足球賽事全年無憂，中老 TV 繼續同你一齊路睇，鎖定冷門場次，精準出擊，助你贏得漂亮。點解選擇中老 TV？ 真實力有據可查， YouTube 貼文區公開過往成績，中老幫你縮窄範圍，提升中馬機率，飛數證明一切。幾十蚊本錢博過千回報，試過28蚊博608蚊，100蚊博1246蚊。更有126蚊4連環博中2604蚊，極致冷門都捉到。上季182倍界凳爆冷腳都冇走雞，就連6環彩10蚊雞中6364蚊都試過，全靠策略加數據加埋運氣。會員專享服務，白銀會員50蚊，人工 AI 6環彩錦囊表格，最後6場每場精選2匹機會馬，每個賽日錦囊會更新喺貼文收睇到。黃金會員150蚊，6環彩 AI 錦囊加全日賽事心水貼士加死火馬環節，避開熱門陷阱，
集中注碼搏殺。鑽石會員200蚊推介加量不加價，全包黃金會員內容、WhatsApp 群組、臨場真飛部署、賽事分析、直播彩池推薦，再加足球過關心水貼士，每日早、傍晚、凌晨3段時段分享。試業期間20蚊過關贏800蚊，唔係夢，4到5倍平常時，10倍以上基本盤。中佬唔講廢話，只講實力與成果。新一季無論係賽馬定足球，我哋陪你全天候捕捉冷門，過關攞獎金。有興趣想成為我哋中佬 TV 收費會員嘅你哋，可以係中佬 YouTube 頻道主頁，點擊紅色框框呢個位置，就會彈出收費會員計劃欄目，有白銀、黃金、鑽石會員3個級別，以小博大贏到錢，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唔係強制性消費。中意邊個級別隨便選擇加入成為中佬收費會員啦！立即 WhatsApp 中佬67304593，選擇你嘅會員計劃，睇得到嘅實力，贏得到嘅回報。